愛弟兄姊妹朋友平安，我哋實在感受到神嘅恩典，神嘅愛係何等嘅長闊高深。特別歡迎大家今日喺大雪嘅當中，我哋依然能夠可以喺網上用心靈誠實嚟到敬拜讚美呢一位創造宇宙萬有、愛我哋、拯救我哋嘅神。好唔好？請大家安靜默禱，預備好我哋嘅心，開始今日嘅網上。詩篇146篇1到2節，詩人話：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我的心啊，你要讚美耶和華，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的時候要歌頌我的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滿有主嘅歡欣、祝福同埋保守，大地每刻都充滿住歌聲。讚美主嘅創造，哈利路亞，充滿愛。
神係信實嘅神，向愛他、守他誡命嘅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主信實無變。請我哋同心祈禱。創造天地嘅主，我哋敬拜讚美你。神啊，感謝你保守我哋喺寒冷冰雪嘅天氣中，我哋投靠你。我哋嘅心對你話：神啊，你係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所有好處不在你以外。耶和華係我哋嘅產業，係我哋杯中嘅分。你係我哋嘅福氣，係我哋嘅盾牌，我哋嘅力量，我哋嘅詩歌。你亦係我哋嘅拯救。我哋稱頌你，我哋讚美你。哈利路亞，充滿愛，因為神喺我哋當中。感謝神，我哋不致消滅，係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因你嘅憐憫不致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故此，我哋透過網絡，眾弟兄姊妹仍然圍繞喺你嘅寶座周圍。當我哋居住喺你嘅聖殿，當我哋聚集一齊喺網上敬拜，同樣我哋嘅心歡喜，我哋嘅靈快樂，而我哋肉身也安然居住。
天父上帝，我哋敬拜你，你必定將生命嘅道路指示我哋。喺你嘅面前，我哋有滿足嘅喜樂；喺你右手中有永遠嘅福樂。天父，我哋恭敬在你面前感恩上個禮拜嘅三堂聯合崇拜會員大會，感恩新嘅同工會有陳浩弟兄，願你興旺教會年輕嘅家庭父母起嚟服侍。我哋又感恩青少年在12月閱讀路加福音，有幾位已經成功得獎。願你引導青少年從小學習明白聖經，一生道路都不偏離。然而我哋為着喺 Harvey Cedars 營地出營嘅青少年以及每一位導師以及 Pastor Steve， 願你帶領佢哋腳步平安返到家中。我哋紀念教會支持嘅宣教士武雲海鍾赤軍喺英國基督教華僑佈道會侍奉，佢哋喺英國南部 Portsmouth 華人基督教會發展國語事工，學生與職青承契。求主加力賜下智慧，特別保守赤軍身體嘅毛病，經常患過敏、失眠，最近尤其胃痛，願主醫治保守。我哋也紀念到教會嘅長者們，蘇梅玉潔、丁黃潔容、李黃美琴、舒佩佩，在唔同嘅地方，或許佢哋未必懂得上網，然而天父你保守佢哋身心靈平安。像我哋眾弟兄姊妹亦有患病嘅，特別紀念國語堂何德仲弟兄，求主醫治癌症嘅治療，求神加力。有其他弟兄姊妹出外旅遊探親，願主保守，各人出入平安，有主同在。今天我哋在家中，同樣用心靈誠實敬拜，願耶穌基督嘅寶血潔淨我哋，願聖靈喺會眾網絡中運行，願天父得着一切嘅榮耀。我哋恭敬禱告，奉靠耶穌基督名求，阿門。阿門。阿門。我哋繼續用詩歌嚟到繼續我哋今日嘅敬拜。主耶穌基督係教會獨一嘅基督嘅根基，我哋只要依靠他。轉到一的使命，放下
跟住係啟應文，基督教會的元首。由我開始，請弟兄姊妹回應。我既聽見你們順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住的感謝神。禱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並且照明你們心中的眼睛，使你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聖徒中得的基業有何等豐盛的榮耀，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裏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又將萬有伏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為要藉着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照着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着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門。感謝神，牧師將會傳揚神嘅信息，題目係以基督為中心的教會。經文係選自羅馬書10章4到17節，我將會為大家讀出。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義。摩西寫着說：人若行那出於律法的義，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於信心的義如此說。你不要心裏說：誰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領下基督來。誰要下到陰間去呢？就是要領基督從死裏上來。他到底怎麼說呢？他說：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口裏，在你心裏，就是我們所傳信主的道。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
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經上說，凡信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猶太人和希利尼人並沒有分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只是人沒有都聽從福音，因為以賽亞說：主啊，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大家見到熒幕嗎？見到，好清楚。睇到。 OK，因為我睇緊幾個 monitor 唔同嘅嘢，咁啊講張 iPad 電腦。喺未來幾個禮拜，美德教會粵語堂、國語堂、英語堂3堂會眾，我哋會傳講同一個系列。幾位牧師都會宣講教會係乜，教會唔係乜。我哋會採用類似嘅經文，強調類似嘅重點。咁我哋從美德教會嘅會訓可以表達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彼得前書2章9節講明教會係乜，亦都表達美德人嘅身份。我希望大家都熟悉，甚至識背誦呢段經文。彼得前書2章9節，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呢段經文講到我哋係神從世界中揀選我哋出嚟，我哋係分別為聖嘅群體，有尊貴嘅地位，就好似舊約嘅祭司有福氣喺聖殿裏邊侍奉神。因此馬丁路德嘅宗教改革強調信徒皆祭司 ，the 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而我哋嘅國籍係超乎任何嘅政治、地理環境，我哋都係天國嘅公民，而我哋唔再係受撒旦嘅捆綁，唔再係魔鬼嘅奴隸，因為我哋已經逃出咗黑暗嘅權勢，進入咗神光明嘅國度，而我哋咧係擁有上帝嘅生命。我哋就分享上帝嘅美德，所以我哋係美德人，宣講神嘅美德。而我哋亦係世上嘅鹽，世上嘅光。我哋融入社會，在世界當中，但不屬世界。我哋喺黑暗當中彰顯基督嘅光，而我哋又承擔偉大嘅使命，就係宣揚神嘅美德。咁我哋應該為此而感到光榮，因為上帝嘅教會係榮耀嘅。基於上帝本身榮耀，我哋好似月亮反映太陽嘅榮耀榮光。咁我哋睇下教會唔係乜同教會係乜。教會唔單止係建築物，冇錯，
我哋常常話返教會，其實我哋唔係建築物，教會就係一班人。教會唔係一棟房子啊！我哋有758 Hamilton 街，我哋又有119 Matilda Avenue。教會唔只係一個聚會嘅場地，重點係在於裏面嘅人，即係信徒、神嘅子民，同埋我哋彼此之間關係。另外，教會唔只係一個組織或者公司，教會當然有組織啦，在政府新澤西州登記。教會有章程，組織有牧師、長老、執事、同工會。淨係粵語堂都有唔同嘅部門，崇拜部、團契部等等。咁教會當然仲有宣道部、財政部、總務部。冇錯，教會雖然有行政架構，又有財政嘅運作，但係我哋嘅屬靈性咧係遠遠超過機構同埋世界任何嘅公司。我哋嘅存在唔係盈利喎。當教會有盈餘嘅時候，我哋嘅目的唔係話我哋買更好嘅股票賺更多錢，而係點樣去投資永恆啊，做聰明嘅管家。另外，教會唔單止係社交，更加唔係俱樂部。冇錯，教會當然有社交啦。我哋有交誼廳，我哋又有感恩節嘅晚餐俾社區嚟享用。有社交，但我哋唔係單純嘅娛樂，而係以基督為中心，追求靈命成長，完成大使命。呢位教會唔單止係一個宗教儀式嘅節目，我哋唔係形式化，而係生命實質嘅改變，心意更新而變化。我哋同神有活潑嘅關係。教會亦都唔係由人去獨自建立，唔係某幾個傑出嘅領袖或者元老嘅議程，而係神係藉着耶穌基督建立教會。耶穌基督係教會嘅根基，係教會嘅房角石。咁教會係乜咧？教會係基督嘅身體 ，the body of Christ。所有信徒組成，耶穌基督就係教會嘅頭，而我哋每一位信徒重生得救嘅基督徒係彼此互為肢體，彼此連結，好似眼、耳、口、鼻、手腳。因此，美德教會我哋有國、粵、英語3個會眾，也有青少年同兒童，我哋就稱為2文3語，4位牧師，5個事工，係合一而相通。教會係乜咧？係神國度嘅見證啊！神喺呢個地上設立咗佢嘅國度，唔係東方、西方、南方、北方嘅國度啊，而係上帝永恆嘅國度。教會就代表神去管理同遵行神嘅旨意，宣講神嘅教導福音，將世人指向耶穌基督。教會亦係敬拜同教導嘅會眾，信徒聚在一齊，就算好似12月中同埋今日落大雪啦，縱然唔能夠實體，但仍然喺網上係敬拜同埋教導，讚美神，透過聖經講解去明白真理，靈命成長。另外，教會係乜？係神嘅家 ，Family of God。我哋都係神嘅兒女，神係我哋共同嘅天父，故此我哋稱為弟兄姊妹。喺教會裏邊就提供溫暖嘅家庭，信徒係互相扶持、關心，建立弟兄姊妹親密關係，甚至比我哋血緣嘅弟兄姊妹更親密，激發愛心。
另外，教會係使命嘅群體啊！我哋唔係淨係喺教會嘅四埲牆裏邊自己享受團契相交，而係我哋彼此造就、彼此激勵，各盡其職，使我哋可以出去喺家庭、學校、喺我哋嘅職場同社會各個階層去遵行大使命。咁今日我哋就講系列第一個同嘅信息，強調教會嘅中心係基督，即係話唔係人冇錯，我哋係侍奉服侍人，但係中心係教會。咁有唔同嘅教會就有唔同嘅中心，有一啲就唔係咁理想，譬如以顧客為中心嘅教會。剛才我哋讀嘅經文，其中好重要嘅羅馬書10章9節，講到話：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有啲人信耶穌只係接受耶穌做個人嘅救主，為咗着數，因為信耶穌得永生。佢哋口裏承認，可能只係口噏噏，係咪真係心裏相信呢？究竟佢哋承認咩呢？10章9節話，真正重生得救嘅人係口裏認耶穌為主、主人、主宰，即係話將生命嘅主權交俾耶穌。即係我哋嘅人生目標唔再係自己決定，例如年青人是否結婚、同邊個結婚，大學畢業揀乜嘢工作、做乜嘢職業，或者我哋要唔要移民，移民去邊度，或者就算在北美，究竟應該住在西岸，還係東岸，還係中部，或者我哋呢年紀差唔多啦，究竟係咪要提早退休，接受裝備，準備自己更多侍奉神呢？換句話嚟講，接受耶穌為救主，亦都必須接受耶穌做生命嘅主宰。口裏認耶穌為主人，冇錯，我哋有權利，但必有義務。正如兩個人結婚，唔單止係享受愛情嘅甜蜜，同樣包括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信耶穌包括我哋相信耶穌拯救我哋嘅靈魂，不致滅亡，反得永生。但信耶穌同樣咧係包括承認耶穌為我哋嘅主，甘心樂意做佢嘅僕人，信服佢嘅帶領。有啲教會為咗人數增長，就採用咗成功神學，例如做市場研究啦，好似咧大公司亞馬遜、麥當勞、星巴克 （Starbucks Coffee） 啊，都係大公司，好識做生意，好識每年增長。例如麥當勞嘅兒童餐，咁啊，梗係包括一啲玩具，小孩子好吸引。所以當祖父母問細佬哥去邊度食 lunch 午餐呢？小孩子就話麥當勞啦。淨係小孩子一句話，加埋父母同埋祖父母一齊都全部到麥當勞。亞馬遜都係啊，明白顧客心理，所以就算深夜網上購物，12點鐘之前click幾下，聽日就送到你屋企嘅門口。咁呢啲咧就係公司嘅增長，因為滿足顧客嘅需求。咁教會嘅顧客就係咩咧？教會究竟有啲咩人對教會有興趣咧？通常就係嗰啲有興趣尋道者、慕道朋友，或者咧嗰啲信仰根基仲未深嘅信徒，
初信者，咁佢哋就可能成為 church shoppers，即係選購不同形式嘅教會，就好似咧喺網上都可以選購不同嘅教會，網上聚會喎。有啲咧就成為 church hoppers，跳嚟跳去，好似蜻蜓一樣啊，從一間教會幾個月覺得沉悶，跳到第二間教會。有一種咧消費者 consumers 心態，嘗試下呢間教會啱唔啱個口味，邊間係比較溫馨、比較舒服，設施又比較完整，特別係兒童 BB 室啊。咁有啲嘅信徒信仰根基唔穩，就中意打游擊，覺得呢間教會嚟咗咁耐好沉悶，久唔久又換一間教會。咁呢啲慕道朋友、尋道者，佢哋喜歡乜咧？咁有啲嘅教會咧就做個市場研究，原來佢哋喜歡教會嘅友善喎，或者咧喜歡教會嘅音樂，或者中意聽牧師講某啲嘅激勵嘅、正面嘅、陽光嘅信息，咁啊避重就輕。有啲教會就變相當識做啊，就教會咧就變成 seeker sensitive，對於慕道友嘅需要了如指掌，知道顧客嘅喜好，設計一啲顧客中意嘅節目，所以吸引好多人湧入教會。美國有幾間咧就係超巨型教會 mega church，主日崇拜有成千上萬人。佢哋有啲成功嘅秘訣，就係將教會嘅崇拜所有節目都變為 seeker sensitive， 係以尋道者為中心。佢哋嘅核心就係關注未信者慕道朋友，所以好強調教會嘅設計設施好友善、溫馨，講道信息好啱聽，接近生活，亦可能調整咗佢哋崇拜嘅聚會嘅時間啊、風格啊。有啲開始咧，甚至好似紅磡體育館嘅演唱會一樣嘅方式。咁喺台上唱詩嘅人又跳又唱，將信仰嘅門檻咧就降低咗。講道就讓聽眾感到舒服，從來唔會責備人嘅罪惡，只係強調神嘅慈愛，甚少提到神嘅公義。呢張教會嘅目標就係吸引更多人入教會，體驗到基督嘅愛，享受神嘅祝福，帶領佢哋信主。不過唔知信得清唔清楚呢？佢哋強調信耶穌嘅好處，但係好少提到信耶穌要付代價，甚至可能會受逼迫。如果大家留意新聞，在非洲尼日利亞 Nigeria 好多基督徒被殺害，在伊朗亦有不少基督徒被殺害。喺東方某個大國都有唔少嘅教會領袖被拉去坐監。咁有啲嘅 seeker sensitive 就好似華人嘅民間信仰一樣，拜黃大仙就有求必應。耶穌係救主，救你脫離災難，為你消災解難，但係好少要求你接受耶穌，係要成為你生命嘅主宰，要將生命主權交俾耶穌。而另一方面咧，如果係以基督耶穌為中心嘅教會，冇錯，我哋同樣係需要關懷人嘅需要，但堅持耶穌基督係教會嘅中心，最高嘅權柄就係聖經真理教導，包括神嘅聖潔、公義與神嘅慈愛憐憫係並重嘅。講道嘅信息係直接以基督為主題，唔會因為人嘅感受而遷就，唔會受世界同化妥協，
沖淡咗神嘅話語，放棄聖經嘅原則。以基督為中心嘅教會係強調信徒生命嘅成長，就算付代價受管教，都仍然係相信用愛心說誠實話，唔會溝水，唔會氹人開心，討人喜悅。以顧客為中心 seeker-sensitive 嘅教會，其中一個例子，典型嘅例子，侯斯頓巨型 mega church 教會 Lakewood Church 現時主任牧師 Joel Osteen， 佢阿爸 John Osteen 係一個傳統嘅保守嘅牧師，講道常常提到地獄、烈火、硫磺嘅佈道家，經常喺侯斯頓嘅地區搭帳篷佈道。呢個係上一代啦。但到90年代尾，爸爸去世，阿 Joe 接手教會，好快就跟成功神學拉上關係，例如係推動 Word of Faith Movement， 即係信心聖言嘅運動。佢哋強調 Name it and claim it， 你只要能夠講得出你嘅願望，奉神嘅名，又憑信心嘅話，你就可以認領，必定得到。呢種又好似玩魔術一樣，擦一擦就叫呢個 Genie 大力士為你效勞。但係 Joel Osteen 就好少講到關於地獄、罪惡、悔改，亦好少提到耶穌基督嘅主權、權威、掌管我哋一生，以及為主受苦等等嘅教導，唔平衡。但耶穌嘅教導並唔係總係迎合慕道者嘅口味，唔一定咁 seeker-sensitive。其實耶穌所講嘅道有時係令人好哽耳嘅。例如耶穌用5餅2魚餵飽5000人之後，6章60節，約翰福音講到話，他的門徒唔單止12門徒啊，仲有過百過千嘅跟隨佢嘅人，有好些人聽見了就說：這話甚難，誰能聽呢？耶穌心裏知道門徒為佢剛才講嘅道而議論投訴，就對佢哋說：這話是叫你們厭棄嗎？我對你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只是你們中間有不信的人。從此呢，幾千嘅門徒當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了。教會需要吸引未信者、慕道友，冇錯，要了解世界文化，冇錯，亦都要迎合現代人嘅心態，要貼地。冇錯，基督徒需要進入人群，道成肉身，但係講台唔能夠扭曲聖經真理去迎合政治正確，必須以基督為中心。可惜現今某些教會已經偏離真道啦。DEI 包容，包括同性戀、變性人都可以在教會裏邊做牧師，甚至會眾鼓掌歡迎添，非常可惜。第二方面，我哋睇到另外有教會係以自我為中心嘅教會。腓立比書第2章講到，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全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喺聖經當中，結黨就係指到出於自私嘅野心啦、派系鬥爭啦、結黨營私、自以為是、追求虛榮帶嚟
教會分裂，呢個係屬乎肉體，係偏離聖靈嘅行為。而腓立比書2章3節講到虛浮嘅榮耀 （vain glory） 或者係 conceit， 係指到驕傲自大啦、虛榮心啦、自命不凡啦、睇重世俗嘅名聲、自我感覺良好，而唔係真正嘅榮耀神。而自我中心嘅人呢，同全心謙卑剛剛相反。自我中心嘅人係睇自己比別人強，強呢個字由英文人翻譯 important， 即係自己比別人重要，比別人叻啲、靚啲、醒啲、勁啲。自我為中心嘅人呢，可能係好熱心侍奉，但係只顧自己嘅部門、自己嘅事工，唔顧別人嘅部門事工喎。甚至係撬牆腳嘅，即係話將其他部門嘅同工拉咗過嚟，強化自己嘅部門、自己嘅事工。有啲教會唔係以顧客為中心，但係以自我為中心啊。尤其邊啲人最容易認為自己嘅教會中心啊？就係嗰啲教會嘅元老啦、創辦嘅會員啦，或者係主任牧師啦、資歷深厚嘅長老執事啦，喺教會侍奉咗幾十年，奉獻好多，侍奉好多，有話事權，每個人都要俾翻幾分薄面佢。當教會有重大決定嘅時候，都要聽佢話，甚至其他嘅長老執事、年輕嘅牧師都要睇佢嘅面色。佢唔需要守規矩，佢自己可以定自己嘅規矩。做事咧可以隨時有雙重標準 （double standard） 嘅。如果有人提出不同嘅意見，就會被佢批評為唔信服。一個反面嘅教材 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y 拉維撒加利亞事工，就係 Ravi Zacharias 呢位出色嘅護教學家，佢係印度裔嘅傳道者。生前佢係以演講、寫作、廣播節目非常有名，甚至我哋嘅粵語堂書學曾經用過佢嘅教材上課。然而當佢離世之後，有一連串嘅涉及性侵嘅醜聞，好多嘅事件曝光，有不少嘅婦女係長期被性侵，包括佢嘅女同工同埋佢所擁有嘅按摩院嘅按摩師。當然咧，佢係好有理由去解釋，為神侍奉咁辛苦，應該輕鬆一下。咁我哋就會問，點解其實佢在世嘅時候已經有人係投訴，已經有被指控，點解仍然咁多人支持佢呢？係因為佢嘅名聲大，影響力強，佢喺全球嘅範圍裏邊擁有巨大嘅影響力，好多人深受佢教導得益。但係某啲信徒心裏邊，屬靈領袖嘅地位冇錯，係唔可以質疑嘅，點能夠質疑神嘅僕人啊？所以將犯罪嘅行為就被淡化同埋合理化，冇咗問責 accountability。另外，當然因為教會嘅包容文化，以和為貴，大事化為小事，小事化為冇事。所以部分教會傳統上係唔願公開處理領袖嘅醜聞，多數傾向於保護教會嘅形象。
咁當然另外嘅問題就係沉默同包容。部分華人教會領袖同埋信徒都選擇對呢件事呢裝聾作啞，而繼續使用佢嘅作品，甚至呢為佢去辯護。咁我哋就問，究竟邊個係最終嘅權柄同埋中心呢？教會唔係以某某領袖為中心，唔可以將某人個人嘅權柄、特定嘅教導、行政架構置於耶穌基督之上，偏離咗聖經嘅真理，而產生權力鬥爭，甚至係個人崇拜。我哋美德教會唔係以某幾位嘅元老或者主任牧師或者資深嘅長老，或者奉獻最多、侍奉最多、有幾個博士學位，咁樣就人人都要聽我話。教會唔能夠以自我為中心，教會一定係要以基督為中心。繼續腓立比書第2章講到點樣以基督為中心。第5節，你們當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嘅形象，成為人嘅樣式。既然有人嘅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7節所講嘅虛己，即係掏空咗自己啊，唔會堅持己見，唔會以為自己有資歷、有學問、有才幹、有地位就自以為是。而第7節講到奴僕，即係話唔係等人服侍、斟茶遞水，而睇下別人有啲乜嘢需要，我哋可以做嘅。呢個係一個 servant leader， 僕人嘅領袖，自己卑微，全心信服，唔係自我膨脹，唔係高抬自己。正如耶穌基督在最後晚餐嘅時候，都為門徒洗腳，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當主耶穌佢出嚟傳道嘅時候，佢接受約翰嘅洗禮。雖然耶穌冇罪，唔需要悔改認罪，但佢自己卑微，全心信服，接受洗禮，盡諸般的義。而施洗約翰係耶穌基督嘅先鋒，為耶穌鋪路，佢嘅侍奉係以耶穌為中心。約翰福音3章28節講到，約翰話：我曾說我唔係基督，只係奉差遣在佢面前。29節，娶新婦嘅就係新郎，新郎嘅朋友站着，聽見新郎嘅聲音就甚喜樂，故此我呢個喜樂非常滿足啦。他必興旺，我必衰微。施洗約翰清楚自己嘅身份，佢唔係基督，唔係彌賽亞，佢只係耶穌嘅先鋒，為佢鋪路。佢只係喺曠野裏邊呼喊嗰個聲音。佢嘅侍奉唔係自我為中心，甚至佢叫自己嘅門徒離開佢，去跟隨耶穌基督啦，唔好跟隨我，只係跟隨基督。佢唔係自我中心。葛培理同樣有非常成功嘅侍奉，佢嘅侍奉係以基督為中心。當佢晚年嘅時候，
知道在世日子唔多，有人想用佢嘅名命名起一個葛培理圖書館 （Billy Graham Library）。起初佢反對用佢自己嘅名命名呢個圖書館，因為佢擔心呢個圖書館會分散咗人們對佢所傳揚嘅基督，將福音嘅注意力分散咗。但係後來有人同佢解釋原意，而係要呢個圖書館建立咗成為永久性持續嘅福音基地啊，係一個在地上當 Billy Graham 離世之後，仍然繼續可以引領人歸向耶穌，將未信嘅人指向基督，係一個佈道會。咁 Billy Graham 就改變咗佢嘅主意，佢希望呢個圖書館成為傳播福音嘅工具，而唔係佢個人嘅紀念碑。佢專注嘅係基督嘅信仰，唔係個人嘅名聲，以基督為中心嘅侍奉。教會唔係一個賺錢嘅企業，唔係上市公司。牧師唔係 CEO 總經理，而信徒唔係公司嘅職員。如果教會係以顧客為中心，以自我為中心，咁我哋整個屬靈方向就走歪咗啦。今日當你參加教會係存住乜嘢心態啊？係咪顧客嘅心態？呢間餐館啱食，多啲幫襯；唔啱食，去第二間。你期望嘅係咪一種貼心嘅服侍、啱聽嘅講道、好聽嘅音樂、免費嘅午餐、弟兄姊妹對你愛心爆棚？如果你係未信耶穌，請你唔好因為教會有不完美、有缺點而忽視咗教會嘅中心唔係人啊！基督徒都有缺點嘅，請你睇清楚教會嘅中心係耶穌基督，聽清楚聖經講乜，希望你可以打開心門，接受耶穌為救主，還有同時接受耶穌做生命嘅主宰。喺我哋當中資深嘅基督徒，我哋唔好以為自己係教會嘅中心，冇我唔得，認為自己嘅侍奉最多最重要，其他嘅人都應該配合我、尊重我、多謝我。仲有，我哋係要以耶穌基督為中心，我哋是否情願自己謙卑、隱藏自己，看別人比自己重要，高舉耶穌基督，使基督得着榮耀，好像施洗約翰一樣，他必興旺，我必衰微。好，我哋請同心低頭祈禱。天父，我哋敬拜你，因為你從世界中將我哋分別為聖，召集一齊，成為你嘅子民，聖潔嘅國度，屬神嘅子民，君尊嘅祭司。你召集我哋喺美德教會，因為你係滿有美德嘅神。如今我哋得着你嘅生命，分享你嘅美德，也在黑暗嘅世界裏邊發光，傳揚你嘅美德。願美德教會合你心意，粵語、國語、英語堂、青少年、兒童，討你喜悅。求你垂聽我哋同心祈禱，奉耶穌名求，阿門。多謝牧師嘅信息，我哋希望用下面呢一首詩歌嚟到回應。主耶穌係我哋嘅亮光、力量。詩歌，因為基督嘅愛，我哋能夠堅立，唯有基督。
聲，處處磐石蔭庇，平地建基，安穩過渡急風冷雨，投入愛海，衝虛鬥陣，平息紛爭，安慰在神，全賴有你長住我心，堅守住立基督愛侶，唯獨有你奇妙聖嬰，生於世上於尊降貴，仁義厚愛常被看輕，多少背叛多少設計，嘗盡痛苦主已被埋，神的真路終於消解，從沒過錯承受惡果，基督替代釘死救我。救主真光領域漆黑進駐，時候到了榮耀那刻，基督兌現生生轉化，成就救恩得勝滅亡，邪惡勢力不再捆綁，重價原是救主，清洗我罪於寶血裡，前事已過，期望永生，今生帶着基督基因，人在世界靈來革新，天天仰望恩主大人，仇敵惡魔奸詐陰險，無需慌張，因有在前，榮耀確據，燃動信心，單單仰賴基督權能。奉獻係基督徒表示信靠神豐富嘅供應。喺馬拉基書3章10節，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1/10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於你們，甚至無處可容。請大家為奉獻祈禱。愛我哋嘅天父，我哋感謝你，天父你每日嘅供應，無論係我哋嘅生活，都係一無所缺。天父上帝願意我哋嘅心都係全然歸你，我哋所有嘅幫助我哋了解我哋只係一個管家，幫助我哋做一個良善同埋忠心嘅管家，將所當奉獻嘅奉獻俾你，用喺你自己嘅聖工上，願意多人因為教會能夠聽聞福音，能夠認識你，成為你自己嘅兒女，願一切嘅榮耀歸翻俾你。多謝你聽我哋嘅祈禱，祈禱係唔配，乃係奉
救主耶穌尊貴嘅名求，阿門。跟住係本月金句，請大家一連讀2次。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摩太後書2章2節。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摩太後書2章2節。我哋好歡迎弟兄姊妹今日能夠在網上崇拜。如果有新朋友係參加網上崇拜，我哋同樣非常歡迎。希望美的教會可以成為你屬靈嘅家。上個禮拜我哋已經有會員大會，今年我哋教會嘅主題係教會異象宣言，其中一個重點係推動門徒實踐大使命，主題就係薪火相傳，門徒栽培。今日崇拜之後呢，我哋繼續有網上嘅主要學係研讀緊哈該書。咁我哋其實應該可以留下呢個 link 連結都可以參加。11點20分。如果大家返到教會嘅時候，可以索取真理報自己閱讀或者贈送俾福音朋友。咁剛才正在講道嘅時候，都收到青少年佢哋嘅短信，已經喺早上從 Harvey Cedars 揸車，係將唔同嘅青年人送返屋企嘅。咁西剛才都有睇過手機Pastor Steve 通訊，感謝主。下一週就講到12月剛剛過去嘅讀經挑戰，咁青少年佢哋閱讀路加福音24章，幾位得獎者包括 Jeremiah、Elisa、Lawrence、Jason、Michael、Hayden 同埋 Jacob Yu 就冇喺相片當中，睇下佢哋所享受嘅珍珠奶茶，記得恭喜佢哋。咁我哋教會斜對面 Matilda Avenue 同 Hamilton 街正在建築緊，準備開始嘅托兒所 Little Honors Child Care， 容許教會喺主日使用佢嘅停車場。咁呢個地方係比較 Tropical Food Market 超市更近教會，大家可以選擇合適嘅地方停車。咁惡劣天氣，咁當寫呢個報告嘅時候都冇預期，結果就琴晚同今朝就即刻實行咗。咁我哋教會嘅設計就係教會喺星期六晚9點鐘就會通知大家究竟取消、延遲或者照常聚會。咁除咗教會嘅網絡同埋電郵咧，咁粵語堂我哋更加可以用 WhatsApp 更快收到信息。假如喺晚間天氣突然改變，星期日早上要更改決定，就會喺早上7點鐘通知大家。關於每日靈修，咁鼓勵大家係可以用喺教會奉獻箱旁邊有讀經表啦，或者係每日研經釋義，不論係紙張版本或者係網上你可以訂購，又或者免費可以收看呢，係淡江教會江玉銘嘅跟住每日研經進度嘅靈修講解。現時我哋讀緊馬太福音。另外教會就而家係籌備緊 Memorial Day Weekend 嘅退休會，咁需要估計粵語堂有幾多人參加，幾多人入營，幾多人侍奉。侍奉係包括領詩、翻譯、小組長、註冊、退休會委員等等。然後佢決定是否各粵語聯合或者唔翻譯唔聯合。
如果你計劃入營參加或者願意侍奉，可以個別通知我。聚會預告：周四查經班，我哋繼續晚上8點鐘查考《使徒行傳》。周五祈禱會8點半網上聚會。而呢個禮拜我哋嘅宣教士代禱就係鍾赤君武雲海。我哋報告到此為止。請我哋將今日崇拜獻俾神，同唱三一頌。我哋同心領受祝福，但願我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遠。阿門。默禱、散會，一息間可以主日學再見。